Hi， 大家好，歡迎收睇國標頻道。咁唔知道各位近排有冇發覺孔雀標推出嘅新作呢，都係玩一啲工藝為主呢？今日咧就同大家去分享下呢一款經典系列嘅天宮，更加係孔雀標之前從未出現過嘅產品。咁除咗佢嘅內臟係用咗孔雀最新研發超薄嘅無卡度陀飛輪機芯之外，咁而標盤呢更加係首次引入咗全人手打造啦。而孔雀標今次將呢一個傳統嘅工藝精神呢，就融入咗喺呢一個腕標藝術裏邊非遺嘅暫刻工藝。大家嚟睇睇喺眼前嘅呢一種標盤工藝咧，平時都真係好少見。咁仲係孔雀第一次擺落喺腕標度，咁叫做呢一個暫刻。嗱，咁而呢一盤手藝咧，係源自於中國古代嘅宮廷，咁流傳落嚟咧，亦都係非常之珍貴嘅非遺技術。咁同一般嘅雕刻咧就好唔同，佢唔係喺金屬標面度削走啲金屬，咁而係靠一位有經驗嘅師傅咧，係用一錘一鑿，慢慢咁推、敲、削、磨，營造出嚟。而今次嘅孔雀就特別邀請一位喺北京服裝學院嘅暫刻大師咧趙伊教授合作，咁同埋就用咗3款特製嘅暫具，咁喺金屬標盤上邊咧就細心咁雕琢出由外至內，層層促進住呢一個放射嘅紋理，工整之中咧就帶住手造獨有嘅線條由疏與密，而營造出層層不一嘅織紋。今次孔雀標所推出嘅呢一款產品咧，除咗係工藝夠心思之外啊，咁而配色咧亦都係落足心機嘅。咁佢4種顏色裏邊咧，就包括咗有呢一個碧綠啦、淺藍、淺粉同埋深藍色。咁而每一隻顏色咧，睇落去都係非常之溫和清爽。無論喺燈光或者係陽光底下咧，都會出現有生氣嘅手工營造折射出嚟嘅光澤。咁而紋理同埋光澤都各有不同。嗱，咁而講到呢一隻手錶嘅內涵咧，就不得不提自家研發嘅 PAX9610A 嘅超薄型手動上鏈陀飛輪。咁而每小時咧就28000瓦高頻，而動力儲存咧就長達68小時。咁就係突破咗自己對機芯嘅造詣，就係夠薄。咁而機芯嘅厚度咧就係3.5mm， 咁而成隻錶嘅厚度咧就只得8.9mm。就算係做到咁薄啊，佢細緻依然都係做到一絲不苟。喺主甲板裏邊，我哋都見到有幾個唔同嘅打磨，咁就係魚鱗紋打磨啦，手工環形嘅日內瓦紋，同埋大小齒輪咧都帶有呢一個螺旋嘅放射紋，咁全部咧都係清晰可見。嗱，咁而錶殼咧就採用咗 904L 嘅韓泰鋼，結合呢一個獨門嘅公式立體打磨。咁而呢一個殼邊同埋錶耳內側咧都係做咗鏡面嘅拋光，咁而上下錶殼咧就係做咗呢一個拉絲，喺唔同嘅角度睇唔同嘅面，亦都有唔同嘅光澤，而層次感咧可以講係爆棚啊！而錶帶方面就佩戴翻呢一個有紋嘅牛皮，再襯翻38mm 黃金比例嘅細錶殼，戴上手嘅觸覺同埋視覺上邊咧就好似一啲獨立製錶師為你度身訂造咁。唯有用一個普通話嚟形容佢，就係這隻手錶真的是完全拉滿。嗱，我就好歡迎大家咧，直接嚟到我哋嘅門市咧，就睇睇實物嘅，同埋試戴下孔雀標今次嘅呢一款經典系列嘅天宮咁超薄嘅無卡度陀飛輪咧，戴上手你哋又會覺得係點呢？咁歡迎大家留言話我知，你哋覺得邊一隻顏色係最好睇呢？咁今集嘅國標報道咧就完畢啦，我哋下一集再。